好，啱啱叫我哋出電視，但係好不幸咧，我哋咧搭地鐵咧，要撳錢啊嘛，係今你哋唔得，好窮啊！8秒成功。白色10包4飯，2分我想攞2分啫，你加4分嘅，而家啱啊，而家啱啊，肯定啱啊， 4分啦，啱嘛？得㗎。呢個係邊度？呢個係我哋間唔該唔咦唔係啊，啱。啲意思咧，我搬地站啊嘛，搭巴士嘅。今日得啦。係啊，啱唔啱？我嘅巴士站係經地鐵站。得唔得？哎呀，感謝主。白色換人，唔得，我要為咗公糧。白色4號3飯，白色換人，白色4號4飯，白色天光3次，係白色換人入，藍色換人。哎呀！係咪俾咗4分1？第5次啦，4分1嚟嘅啫。8秒進攻。我冇散紙茶俾你哋。我有㗎啦，我有散紙、紅白紙，哦，我需要紅衫嘅。你俾散紙我都話得㗎，有錢啊！屋企 friend 啩？大家點辦？我未收數啊，你收數。哦，喺邊度嚟㗎？放心，應該未經過地鐵站有間有啊，有行緊㗎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
正式嗰個唔用。3秒進攻。依靠住啲兼職嚟咁樣得啊！好慘喎。係啊，慳錢嚟。有2分廿三要啊！暫停。100蚊我一白色10號3份，白色天分滿。韓國嗰啲，不過我打算翻。冇乜嘢食係咪旺嗰啲？旺角都30幾40蚊㗎啦，差唔多差唔多。開咗一個最平嘅，就係 KFC 食大一份台灣。哦，食得多唔好啊，所以平時打下飯，行翻，打好鬼煩。但好悶，好細，得慳啊嘛。係，即係如果我喺旺角放翻工，我根本唔想慳，食好多好嘢食。好多美食誘惑係咪？係啊，因為我翻工喺南田嗰度翻嘅，有味嘅啲嘢食。發毛毛，我印象中南田得間發毛毛係好食，都算最實價錢。因為我哋咧唔係成日講一次出去食飯。咁啊啱啦，不如帶飯食幾好。真係大。8秒進攻。藍色31號3份，藍色天包3次。你哋唔係星期日做飯？呢個？星期日。翻㗎。星期日入過邊度嘅喎？不過夜晚晏晝未行。好早就關啦，因為我係星期5夜，我星期630秒。唔得，我知我有一日咧去20秒。咁其他就可以即係你禮拜5就唔使翻，但係平時10秒。禮拜5同日都要翻。係啦，禮拜日我翻呢度禮拜5，可能同日都要啲翻到。4、3、2、1。比數31對47，藍色領先第3節完。第3節完，第4節開始。第4節。哇！